就是的嘞，大家好，我是登真登的，欢迎收看单打独斗的4分钟藏语教室。今天呢，我们要来学如何问对方的名字。我们中文呢常常会说，请问您贵姓？请问您怎么称呼？请问您尊姓大名？所以同样的呢，在藏文里面呢，我们也有尊敬的问法，问对方的名字。那请问您叫什么名字？藏文要怎么说呢？Kerangi Tsela Gare Shugiyu Kerangi Tsela Gare Shugiyu Kerang 呢是您本身啊，这个我们之前学过了。Gi 呢是的 ，Kerangi 就是您的。Tsen 呢是名字的敬语，所以只能对别人用。La 呢在这边是一个格位词，这个以后学文法的时候会教。那 Gare Shugiyu Gare 呢是什么？学呢是我们对对方说，要对对方询问，要对对方讲，要对对方做出一个请求呢，就用学这个敬语啊。然后 gi 约呢是有，所以呢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名字是什么？如果我要称呼您，我要叫你的名字的话，要叫什么？Kerangi Tsela Gare Shugiyu你叫什么名字？那么回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我以名啦，我呢是我第一人称，一呢是的，所以我以呢是我的，名呢是名字称呢是名字的敬语，只能对别人用，对自己不能用称，所以呢我的名字要讲我以名，啦呢是格位词我以名啦。然后呢，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这里面，比如说我的名字叫 Denzin Dendar， 好，所以呢我就说我以名啦 Denzin Dendar Sergiyu， 好，所以呢这个 ser 呢就是说讲谓的意思所以呢因为呢这是对自己嘛，所以呢不能用敬语对别人要用学，对自己呢就用 ser 那 Sergiyu 就是说我的名字是怎么我的名字可以这样子叫。那藏人的命名方式呢，跟我们华人不一样那藏人呢，小孩子出生呢，通常呢就会去找上师呢取一个吉祥的名字所以呢，这个上师如果觉得这个姓名很吉祥、很吉利，对这个小孩很好，那就会用这个姓名所以小孩子的姓氏呢，并不一定要跟着爸爸的姓，或者是跟着妈妈的姓。那在下一集的特辑里面呢，我们会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名字。以及呢，他的父亲、母亲，以及他小时候的姓名，以及历代达赖喇嘛尊者的名字从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去看出来那个姓氏呢，并不一定要跟父亲或者是跟母亲一样。那像我们出家受戒呢，要有新的名字。那像我的受戒的那个 Khenpo 呢，是达赖喇嘛尊者，所以呢，达赖喇嘛尊者呢，就会把他的姓 Denzin 给我们。然后呢，如果原本的名字已经很好了，达赖喇嘛尊者觉得不用改那就引用那个名字叫 Denzin 什么什么。那像我的话呢，达赖喇嘛尊者就把它改掉呢，加了 Dendar 所以呢 Denzin 呢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姓， Dendar 呢是达赖喇嘛尊者给我的名字，所以呢 Denzin Dendar 我受戒的名字就叫做 Denzin Dendar。那在受居族戒的时候呢，就不用再特别改姓跟改名字了就是沿用你受沙弥戒的时候的名字。比如说有的人他受沙弥戒的时候他是在某位姓 Tuden 或者姓罗桑的Khenpo 座前受沙弥戒，那他的名字可能就是 Tuden 什么什么，罗桑什么什么。当他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座前受具足戒的时候呢，就不用把 Tuden 改成 Denzin 也不用在 Tuden 的前面加一个 Denzin， 就是保留原本他受戒的时候是什么名字，那他就是沿用那个姓名。好，那如果有想要取藏文名字的朋友呢，除了可以找自己的上师呢，请他为你命名以外呢，如果你们有机会呢，到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的话，也可以去求那个名字卡。那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呢，他们会有准备达赖喇嘛命名的这个名字卡，那你可以去抽，那有分男生的名字跟女生的名字。那比如说像在藏区有小孩子出生那他们可能就会联络在印度的亲戚朋友然后呢到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呢去抽那个名字卡，来给这位新生儿为这个新生儿命名。来，我们来看下面的对话。如果Kerangi Tsela Gare Shugiyu我以名啦扎西Sergiyu Kerangi Tsela Gare Shugiyu我以名啦Denzin Sergiyu。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4分钟藏语教室，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扎西德勒。